来看澳洲一个设计师伊用低成本、环保的方式起厝。伊讲这间厝寒人真热热人是真手亲，可以让红火甲抗霾困咱做伙来了解。Come on in。澳洲昆士兰小台设计师华尔德展示家己起的厝，外观亲像爱斯基摩人的圆顶雪厝，亲像好日头一照对阳气共款。在3年之前，华尔德发现蒸汽加压那么控了后，就开始研究要安怎用这种建材来起厝。There are no straight lines pretty much anywhere in this build. 蒸汽加压那么控是一种环保建材，除了暗木头以外，华尔德佫掺水加生化清这材料，产生那么控层啊，而且有防火加抗霉菌的效果，介绍也正俗。每一栋雪厝差不多用6000地层啊。这建材沿护厝热天真凉，冬天是真温暖。It maintains its temperature year round. 华尔德开13万澳币，差不多275万台票，去小年4栋雪厝，原本只想用1年就完成，不过生活有寡变化，离婚且向2个10几岁囡仔，佮加上全职的工作，又长厝完成的时间。不过雪厝的重新设计，也互澳洲的电视节目《宏观设计》留真深的印象。I'm impressed by her level of passion for demonstrating a kind of an innovation and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sustainability. 华尔德形容家己的个性真固执，而且永远袂认输。伊讲家己相信，若完成安尼雪厝，做任何代志拢无啥物困难。公司新闻新竹培编辑。